2025年，金明集團再度閃耀業界之巔，在 AX Daily Info 年度評選中，一舉斬獲5項重磅大獎，成為全球金融行業矚目的標杆。以技術為翼，金明集團打造雙引擎驅動 AMS 系統，精準風控 TradeRadar 平台，毫秒級交易體驗，從數據找取到訂單執行，重新定義金融科技新高度。交易金明 APP 觸手可及的設計，讓專業服務打破場景邊界。合規是企業的基因，金明構建全鏈條風控體系，從交易前的風險篩查，到交易中的實時監控，再到事後追溯，讓每一次交易都經得起信任考驗。當行業還在追趕監管時，金明集團早已將合規嵌入業務機理，成為全球合規範本。5項大獎的光芒映照的不僅是當下的成就，更是金明集團與行業共成長的軌跡。在金融科技深度融合、全球市場複雜多變的背景下，此次獲獎既是對其技術立基、合規固本、發展戰略的肯定，更是對所有從業者的一次價值啟示。唯有將技術創新植根於用戶需求，將合規經營升華為企業信仰，才能在時代浪潮中擁立潮頭。